资料。没错，这份资料真的蛮特别的。对，这份资料叫做《家道昌盛与齐家之要》，也就是探讨建立繁荣家庭的10项核心要素。当我们在现代社会谈论一个家庭的兴旺或是财富的时候，你直觉会想到什么？通常第一直觉就是看具体指标嘛，像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啊，或者房地产有几笔，对吧？对啊，还有家庭成员的社会阶级之类的。我们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觉得就是只要资源足够多，这个家自然就会好。确实，但如果今天有一套流传已久的公式，告诉你一个家庭真实的运势，其实是由每一个成员的内在状态精密计算出来的呢？哇，这个切入点就很不一样了。真的，这份资料探讨的10项核心要素，它不仅仅是在谈论实质的钱，更是提供了一套全方位从内到外走向昌盛的系统性思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带你看透这套思维背后的运作逻辑。没错，当我们仔细去阅读这份关于家道昌盛的文献时，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拆解一个微观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这个词用得很好。对，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文献把家庭的整体福分跟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状态还有责任紧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组织思维。他不把家庭的成功归咎于单纯的运气，也不觉得单凭一个人的拼搏就能撑起整个家的长治久安。他是把家庭看作一个各司其职、互相牵动的复杂网络。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份资料之所以叫做10项核心要素，是因为它把家庭的繁荣具体量化成了10个支柱嘛。对的。我们首先来看构成这个系统硬体架构的前4个要素。这4个要素直接对应到家庭中的4个核心角色，也就是母亲、父亲、长者还有孩子。这4个基本角色，资料里写的非常明确哦。母亲的状态决定了家庭的福气，父亲的状态决定了家庭的禄位，也就是地位跟实质资源。然后家中的长者决定了家庭的长寿状态，最后孩子是决定整个家庭的喜悦。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他强调的不仅是谁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处于什么状态。状态，对，这点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而且精准点出了我们现代人常有的盲点。我们现在常常有一种迷思啦，以为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特别会赚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种感觉。没错，就是觉得只要某个人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就能把整个家庭的运势拉抬起来。我们太看重禄位这个单一指标了。真的，大家都只看禄位。但这份资料其实打破了这种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迷思。它告诉你，一个系统的福祉与喜悦是所有成员状态的总和。也就是说，就算一位父亲在外部市场拼搏，取得了超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把那个禄位拉到了满分，但如果母亲的状态充满焦虑，无法在内部凝聚福气，或者是家中的长者缺乏安全感，还有孩子无法展现自然的喜悦，那这个家庭的整体运势依然是残缺的。对，它就是一个整体。这让我想到企业管理里面常讲的木桶效应，就是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其实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嘛。没错，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真正的家庭圆满要求每一个角色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特定的影响力，这4个状态真的是缺一不可的。确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究这4个状态的本质。你觉得为什么长者对应的是长寿？可能不仅仅是活得久吧。对，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生态中，长者的安康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存活，它更代表着一种历史的纵深和稳定感。他们就像是家庭记忆的载体，能提供跨越时间的视角，让年轻一代在面对短期波动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焦虑。也就是一种定海神针的感觉。没错，同样的，孩子对应的喜悦，代表的是系统中的活力，还有对未来的开放性。这份文献强调，个人的责任义务与整体的福分是深度绑定的。这意味着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你的情绪状态、身心健康，不再只是你个人的私事了。
而是会直接牵动甚至决定整个微观生态系统的运作效率哦。完全正确。这个观点真的把家庭成员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耶。这不再只是讨论说谁洗碗、谁缴账单这种表面分工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在负责维护某一种特定的系统能量。对的。不过，了解了这前4个角色状态的基础设定之后，接下来才真的有趣了。哦，怎么说？如果说角色分配是这个系统的硬体设备，那资料里紧接着提到的第5、第6与第7项要素，也就是和气、包容与谦让，根本就是驱动整个家庭运势的软体程式啊。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我们听到和气、包容这些词，很容易把它们当作那种老生常谈的道德劝说嘛，好像只是教人家脾气好一点，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对，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只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但这一份文献的叙述其实非常强硬哦，它明确指出这3种态度是招致财富与事事顺遂的关键。把这种看似柔软的态度直接跟实质的财富和好运挂钩，这其中的逻辑连结到底是什么？这就像是家庭的财富吸引力法则一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脉络来看，这其实是非常精准的组织行为学，或者可以说是能量管理学。能量管理学？对，为什么这3种态度能产生招致财富的效应？资料中提到了个人修身与集体和谐的因果关系。你可以把一个家庭想象成一间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创公司，或者一艘在波涛中航行的船。没错，当家庭成员都具备和气、包容与谦让的修养时，最直接也最具破坏力的内部摩擦力就会被降到最低。内部摩擦力这个词很关键。当一个家庭内部没有无谓的权力争夺，这仰赖谦让，并且能够接纳彼此的局限性与错误，这仰赖包容。当这2者都具备了，这个集体就达到了真正的和谐，也就是和气。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是能量守恒定律最生动的体现嘛。怎么说？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下班回家，还要花费大量的心理资源去应付家庭内部的争端、冷战，或是为了一点芝麻溜豆大的小事争夺话语权，那真的超累的。对啊，那我们的能量在踏出家门去面对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内部被消耗殆尽了。确实是这样。但如果等我们透过汉气、包容与谦让，把内部摩擦力降到最低，省下来的这些庞大的能量，就能100%转化为对外的发展与开创。难怪文献会说这能招致财富，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最高效的能量转化机制。没错，完全没有内耗。不过这也让我产生一个疑问耶。请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过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纵容，甚至让某个成员不断索取，成为系统中的黑洞。这反而会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巨大内耗吧？这份资料的框架里有提供如何拿捏这种界限的关键吗？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关键的提问，这也是为什么文献将包容、谦让与和气并列为核心要素。它们绝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一个互相制衡的机制。互相制衡。对，单纯的包容如果缺乏了谦让，也就是缺乏了对自我权力扩张的克制，确实很容易演变成单方面的委曲求全或是溺爱，就变成没有底线了。但当家庭成员都共同实现这3项素养时，包容就不再是单向的忍耐，而是一种为了维持系统高效运作的双向共识。谦让确保了没有人会无限度地消耗整体资源，而包容则提供了犯错与成长的缓冲空间。所以就不是教你没有底线地委屈自己，而是教你如何聪明地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组织文化。没错，它确保了大后方足够稳固，让成员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承担外部风险，创造真正的价值。原来如此，所以汉气、包容与谦让实际上是家庭这个组织的最强防护罩，也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策略。完全同意。好，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各司其职、充满福气与禄位，而且内部运作极度顺畅、没有摩擦力的家庭了。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假设一个家庭现在已经非常幸运地处于高禄位、高福气的鼎盛状态，
我们要怎么确保这种繁荣不会在下一代就消耗殆尽？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对啊，这就带出了我们这10项核心要素的最后3块拼图，也就是同心协力、优良传统以及世代传承。资料里面写得很清楚，要实现家族的长久盛望，绝对不能只靠单一世代的努力。没错，这是一个从静态的平衡走向动态延续的关键转折。动态延续。前面我们探讨的是如何创造还有吸引繁荣，而最后这3项要素谈的是如何维持。文献中提到的长久盛望是一个跨越时间维度的概念，它指出这是一个从个人修身、集体和谐，最终走向跨世代传承的动态过程。前面积累的财富、和谐的沟通模式，必须被萃取成这个家族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些核心思维没有被具象化，没有被当作一种系统代码传承下去的话，那所谓的繁荣就只能是特定时空下的偶然，没办法抵抗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代靠着和气与包容打下了江山，累积了丰厚的资源，但第2代却只继承了银行账户里的禄位，却没有下载到那套降低内部摩擦力的软体程式。对，就是没有传承到谦让与包容的态度，这个家庭系统很快就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内耗而宕机崩溃。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这完全印证了为什么文献特别把同心协力和世代传承独立列为核心要素，因为知识与文化是需要被刻意练习和维护的，它不会透过基因自然遗传，它必须透过共同的生活经验去传递。正是如此。优良传统必须被理解、内化，并在每一代的生活实践中被重新验证。不能只是口头说说。对，这不仅仅是长辈对晚辈口头上的说教，而是整个家庭成员需要透过同心协力来共同维护的生态环境。这也提醒了我们，家庭的繁荣是一个需要持续输入能量、持续校准的动态平衡。真的。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重新认识这10项要素的价值，把它转化为符合当代情境的语言，并承担起维护这个生态系统的责任。经过这样的拆解，这份家道昌盛与齐家之要的轮廓真的变得非常清晰，而且极具现代意义。对，它其实非常实用。我们为你快速梳理一下今天探讨的10项核心要素。一个家庭的昌盛不是靠运气，而是建立在一个精密运作的微观生态系统上。首先是4个角色的状态交织，母亲的福气、父亲的禄位、长者的长寿与孩子的喜悦。接着需要用和气、包容与谦让这3个态度要素来当做交材的磁铁，消除内部摩擦力，将集体能量最大化。没错。最后，借由同心协力，将这套优良传统进行跨世代的传承。这10个支柱建构了一个能自我修复、持续繁荣的完美系统。是的。而最棒的是，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家统结构中，甚至你正身处在一个紧密的工作团队，或者是你最核心的朋友圈里，这种透过个人修身来达成集体和谐的互动逻辑，都是减少内耗、吸引顺遂的黄金法则。只要有人的地方，这套系统就能发挥作用。这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当我们深入咀嚼这份资料的精髓时，我们必须看见它所诞生的时代背景，并将它与我们的现代生活进行对话。这份资料将特定的能量，例如福气与禄位，与传统的母亲和父亲角色紧密绑定了。这确实是传统框架。但在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样貌已经变得非常多元而且丰富。这不禁让人思考，在一个非传统结构的家庭中，例如单亲家庭，或者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挚友所组成的选择性家人群体中，我们该如何重新分配并体现这10项核心要素？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反思耶。对啊，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在不同的时刻打破固定角色的框架，同时成为那个为群体带来福气、创造禄位、维持长寿安康，并散播喜悦的关键角色呢？这个反思真的非常深刻，而且很值得玩味。它把古典的系统思维转化成了我们可以灵活应用在现代生活中的智慧。
它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你的头衔或标签，而是你为这个你所珍视的群体注入了什么样的状态与能量。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核心。这让我们能在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繁荣与昌盛。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与参与，谢谢大家。鼓励你带着这些充满启发性的观点去检视并优化你生活中的微观生态系统，看看你能在哪里注入更多的包容，或是成为那个带来喜悦的人。我们期待下次再为你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深刻洞见。写手机专用的程式，那一开始比较有名气的时候是指 Android 的程式哦，不难哦，来你就点它，一样它是网页格式，就长这样。好，